大家好，我係 Piers 皮亞斯，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美股今日嚟咗個史詩級大反彈啦，納指升超過4%， S&P 指數升超過3%，基本上全線上升，得公共事業板塊微跌0.68%，其他全部爆升。非必需品升咗5.66%，科技板塊升咗4.66%。美中貿易戰突然出現咗重大轉折，關稅突然停一停，市場氣氛即刻好轉。講翻件事背景，就係美中喺日內瓦開咗個高層會議，之後就宣布雙方同意暫時停火90日，關稅大幅調整。咁美國本來綜合關稅高達145%，會降到30%啦。中國亦都由125%降到10%啦。大家同時削減咗115%，簡單講就係由全面對撞轉向階段性緩和。消息一出咧，美股三大指數應聲爆升嘅。不過比市場嘅反應更加重要嘅係美國財長貝森特講咗啲新方向嘅。佢話美國其實唔係要全面脫歐，只係針對戰略性產業，例如芯片、醫藥同鋼鐵做脫歐，唔係乜都 ban。咁貝森特仲承諾加徵關稅唔會超過34%，而且底線就係10%。仲話中國如果肯幫手打擊芬太尼美國會考慮減部分附加稅。咁呢啲咁嘅信號就釋放咗兩個好重要嘅資訊啦。第一，美國政府嘗試對市場管理預期；第二，就算談判唔順利，加稅都有限度，唔會亂嚟。中國方面都顯示出合作姿態，暫停咗啲非關稅反制，尤其係稀土出口限制呢樣嘢。美國好着緊，而中國喺國安白皮書都話清楚會強化反制能力，但係唔會再打得咁激烈。但係市場都唔係咁容易信。畢竟呢啲反轉已經發生過，大家記得2018年都係咁嘅，一開始話好，幾個星期之後又反口重新加稅噶啦，搞到貿易戰拖咗成年半先有第一階段協議嘅。咁所以我哋投資者雖然可以樂觀，但唔可以完全放鬆警惕，始終政治風險仲喺度。咁而家比較令人安心嘅係，談判主導人變咗，唔係特朗普直接操控，而係貝森特呢位理性派掌舵。佢將關稅視為談判工具，而唔係終極目的。華爾街日報都話，貝森特已經正式接手貿易政策主導權。呢個轉變對市場嚟講係好事，因為預期變得穩定同埋可控。貝森特對全球貿易亦有自己嘅理念，佢認為中美應該各自調整結構，中國減少對出口依賴，美國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同生產。咁呢啲方向表面聽落好理想，但係實際做起上嚟就極困難。中國10年嚟都講要提振內需，但係效果唔顯著。美國更加難戒掉消費文化。咁即使如此，雙方嘅方向起碼有重疊，例如中國政府依家將擴大內需放喺第一位，提升服務供應同增加收入，呢啲政策就為中美繼續傾落去提供咗基礎。阿皮認為投資者唔單止要睇談判成果更要留意特朗普身邊啲人有冇變啦。如果貝森特繼續主導前景自然樂觀嘅；如果又換翻啲激進派上位風險就會飆翻上嚟嘅。除咗中美和談，今日市場爆升，仲有另一個原因，就係市場開始相信白宮終於變得理性，貝森特主導下，政策唔會再亂咁嚟，投資者風險就自然降低。咁而且有90日時間企業可以趁機補貨，做好防禦啦。Flexport 創辦人都喺 X Trade Post 話準備迎接新一波航運潮。如果通脹受控，經濟穩定發展，美聯儲嘅政策就可以按部就班，唔會亂咁加息或者減息，對股市係利好。不過大家都唔可以太過興奮。咁記得大摩話要真真正正形成反轉仲要有4個條件：中美樂觀氣氛、盈利穩定、美聯儲轉鴿，仲有10年期美債息率低過4%。依家頭兩樣有咗，後面兩樣就未見到。咁而且10年嘅債息依家超過4.4%嘅。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都話要繼續觀望嘅，講咗超過20次，唔急住減息。高盛都話雖然關稅降咗啲，但整體影響唔大，實質平均只減低咗不足2%嘅。依家美國關稅仍然比年初高，範圍更大，對經濟壓力仲喺度。咁企業盈利方面雖然一季度好似唔錯，但係分析師對第二季度嘅預期反而下調咗2.4%，比平均幅度大，代表佢哋對未來冇咁樂觀。仲有啲人話樂觀情緒可能跑前基本面過咗火。
假如咧標普公司盈利增速咧回落到5年平均7.9%咧，市盈率咧就升翻去高位22倍啦。S&P 都只係升得6%啦，冇乜比國債好嘅。仲有篇文章講得幾有趣嘅，話當企業指引冇意義，投資者應該點做？喺呢個不確定環境下咧，好多企業直接取消咗指引，好似福特、UPS、達美航空，又或者分開出2個版本，正常同衰退嘅情景。但亦都有例外嘅，例如寶馬就好樂觀，假設7月特朗普會撤翻關稅，結果啱咗。呢啲都反映市場對未來方向冇共識。阿皮認為企業指引失效只係短期現象，唔代表長期投資邏輯要變。如果真係因為指引唔準而改變投資決策，其實就係當初做決定時考慮唔周，依家矯正啫。最緊要睇估值水平啦，唔好過分依賴樂觀預期㗎，要預備好應對現實可能落空。講完中美關稅啦，再睇今日另一個焦點，醫藥股啦。特朗普話咧要打壓藥價，會簽行政命令啦，推動美國藥價咧唔可以高過其他國家最低水平。但係紐約時報話咧呢份命令實際冇乜約束力，淨係講咧希望藥企1個月內主動降價，否則先再考慮其他措施，即係又雷聲大雨點少。市場咧即刻反應。藥股原本跌咧，之後又升翻，例如輝瑞、麥克禮來等都回升嘅，因為投資者睇到咧就呢份行政命令講多過做咧，實際殺傷力唔大。不過特朗普仲可以透過 Medicare 談判拖延報銷，或者用貿易手段打壓藥企。但係如果真係要大規模改革，始終要國會支持。而對藥企嚟講咧，最擔心係嗰啲受惠最多 Medicare 或者 Medicaid 嘅藥品，一旦納入比價機制咧，盈利可能會受壓。估計 Medicare 加 Medicaid 咧佔咗全美藥品銷售約40%，影響唔細嘅。阿皮咧會繼續留意翻白宮有冇下一步嘅動作。如果真係有硬招出手咧，到時會再同大家分析。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聽日見面。